伊修着正觉，咱讲这个阿罗汉，阿罗汉修着正觉，贪嗔痴断了后，伊当当进入修行，当当入流，伊才进入圣人之流。初果，我叫做哪？师徒啊，伊才入流圣人，入流圣人的目标，阿那师徒啊，阿那含阿罗汉。到了当中呢，到阿罗汉速度去慢慢去，所以伊离迄个正觉变成正觉，但是伊无得着无得着正觉，所以呢，正觉对超越凡夫界之不觉化之，化都会叫做下觉。利用到内底当中，这个活动得正觉，所以呢，今日当中阿罗汉得，所以三秒就是。欢喜叫做正定，正定叫做平定，理性人生叫做理性的正觉，但是自能自利，但是自能自利不能利他，故不能称为叫做正定。阿罗汉伊就得着正觉，伊无利他，所以伊就当讲叫做正定。正定完全变成叫做平定。所以呢，我常咧讲阿罗汉。18罗汉同伊路，18罗汉因为伊无落下，所以呢18罗汉共踩一路，但是每一个菩萨有一个路叫做落下，这叫做菩萨路。所以呢，因为伊就无地主，咱来讲有钱。何为正定正觉？就是菩萨的福界，因为菩萨利人利他，自觉觉他，但是无明为真，道觉道未完，故不能成无相。因为伊自觉，伊达到平定，伊达到正定正觉，但是无圆满，因为伊也有一个无明，所以佛道内底当中呢，伊有到迄个做十地，伊有分做初地、第三地、四地、五地、六地、七地、八地，到七地叫做成正地，八地叫做不脱出地，所以呢，伊若化一个无明。伊若进一个地，就化一个无进一个地表，初地、第二地叫做欢喜地，足欢喜啊。二地、三地、四地，所以伊一届去就化一个无明，一届去化一个无明。我看到迄个真正地气第八地叫做还原，安尼。所以呢，因为当达到无上的一经内底当中叫做圆满无法，圆满无法。所以阿弥陀佛说，微尘甲道义啦，无称叫无上。阿弥陀罗，欢喜叫做无上，唯有佛一人三觉圆满，万德无比，堪称为叫做无上正觉，超离九界九界一叫做独尊，所以呢叫做圆满无缺，叫做涅槃起藏。这就是佛的意见啦所以伫这当中，咱我过来做分享。这后面当中有写标出来上面有一个法，下面有一个心，就是我之前讲的这两个袂使把分裂这个分裂过了后，这个无上正解，这意思就无样所以你要心，要法要法无上正的心，这两部分是作用。所以你若无这个方向，无这部分发生，你要生活困难。你今日要议员。你若无发心去甲人选议员，你就选议员；你今日要做馆长，你若无发心去甲人竞选馆长，你就当去做馆长。这是绝对。我要读出版的时，我若无做发心要认真读，你读袂起。人读到博士，我读到尾面秃秃，心无相像，因为我无发心，无认真。这是因为咱今日发心对咱作用。所以这句话就是印证着讲，今日咱要升官发财啦你发升官发财心啦，你要做哪位，你要烦恼对所以阿弥陀罗三藐三菩提这个分类叫做上中下根上根基的人啦当时法，中根基的人过善当中的法，下根基的人。面面中中爱学法，不法嘛无法度修法，甲你讲就是安尼啦。这叫做上根基的人。因为上根基的人就是讲听着，听着就
伊就马上，伊就安那，伊就已经的时阵啊，迄个啊，发即个无正正啊，咱想咱过去咱当前人啊，咱想讲，过去哦，因为伊咧做工书的时阵，那么听讲，平安时拢爱一块米头啊，因太太爱做双下水汤，下水汤你知影啦吼，地电啊，当安尼嘛吼，安尼吼，伊个做双下水汤就配我块米头吼，安尼伊过去做工书，伊迄阵经济嘛袂歹。但是伊得到了，后，伊就随开始毋啉烧酒，开始开发地电，伊就开始要食素食。因太太说，我即个人过去一罐烧酒啉了，就下水等他个是工夫添啊，就啉了困吼，今日你当无要啉，因太太感觉疑问，无你是要食菜呢？讲叫我去食菜对，咱要食菜，咱做伙食。了，人得到多了，人得到多，听到多，伊咱嘛是解决，有来无？有可能世界里，所以伊真正无简单。第二种人就是咱，咱就爱去鼓励，过一段时阵啦，过一段时阵再发。本来是鼓励你想咱那什么的，毋是个上经济，应该是讲中经济的人啦人安尼甲咱鼓励，安尼甲咱的是讲，我有喙无灵讲安尼是作个道理互你听，敢是？听甲人发生，有影啊，真好命，说我袂晓食菜，挂油挂杀，甲你杀个，这叫做啦，经过上难做看法。来呢，连叫我来哈，勉强强，能够一心二地志，一困二地志，来呢，一兵用二地志，一心二地志叫做哪上经，这个来呢，一困二地志，大家讲这个中经，一兵用二地志，叫做下经。无勉强，伊家己勉强，所以极勉强就是成事，极其成功伊个，嘛是成分。但是无论上经、中经、下经，咱互你讲对下经来好，你后尾你嘛是爱成分，你后尾嘛会发生事，你无行这路，你就无入去。咱讲起就是安尼嘛，咱讲起就是安尼嘛，比较台北，咱们来去科技的地。实际就搞对不对？为一哪有开车去？有开车去，这叫重点嘛真诶，跳倒来，无跳倒来，开到车会搞咧。但是你完全爱徛去啊，无迄个讲你无徛会搞咧啦。坐高铁嘛是爱去，开车嘛是爱去，跳倒来嘛爱去，但是你家己诶时阵你徛脚就只爱去，你无家己去，你都袂到。所以咱来讲，下边边中间嘛是爱发，爱行，好行都袂到。所以呢，无法就是我想法，这是一个绝对。所以呢，我时间都袂到。下下边你讲英文，那时候咱的时阵咧做欣赏安尼啦大家咧，这个较袂晓有压力啦时间头我就停，因为咧讲因为大家讲人啦坐上久，大家疲劳啦对大家听经有啥放松娱乐，所以我希望讲伫这个当中啦后摆对一路已经开始发阿弥陀三藐三菩提心，咱已经这阿弥陀三藐三菩提心，咱已经无上正定这个心，这三个心能讲了，这个上智慧、中智慧、甲智慧，理论中一定爱发生，但是较紧较慢。
但是你有法对讲，你有法对讲，哦，这是一个作一个物件啦吼。咧后厝咱继续来讲，伊讲这个的，因为达到这个无上清净的心，免安这个心，免行这个无心，嘛是后厝咱讲的啊，这主题啦，嘛是因咱想下个问题。咱个想法嘛样？咱嘛常常想要做错，咱嘛常常想要想，但是你过程，咱是扛起来。而这个过程拢无是俾人家手，拢无法过比给人家手。啊，对。啊，但是咱嘛是要讲实心，啊，但是脾气阮常常是咧用。哦，啊，温和一处，伊即个，我要达到无上正确的心，但是我是要心变安住好势，变行好好，敢若讲袂所以生活在咧某个这个问题，啊，偏偏，哦，这个。艺术理解啦吼，大家讲这个所在，最后祝福各位大家身体以外身体健康，好，谢谢各位。大众学习。感谢目前人慈悲，前到玉虚宫，坤到玉虚宫。地干向无极南母先3公里前到玉虚宫，在鞠躬3鞠躬，感谢目前人慈悲鞠躬，感谢点传师慈悲鞠躬，坤到玉虚宫，在鞠躬3鞠躬，感谢目前人慈悲鞠躬，感谢点传师慈悲鞠躬，出家向无极南母先3公里前到玉虚宫，在鞠躬。3鞠躬，出家前人鞠躬，送驾入前人鞠躬，送驾点传师鞠躬，坤到玉鞠躬，再鞠躬，3鞠躬，出家前人鞠躬，送驾入前人鞠躬，送驾点传师鞠躬。好，大家晚安。